那个不好意思，我连标题都忘了弄。啊，这103张的 PPT。好，那个今天主题是我自己下了一个标题，叫练习温柔绘画。但是我练习其实是在给自己一个过程做下标题而已，所以不是很明确的在讲这个方法。所以温柔绘画就是对自己的绘画这个进程啊，然后也对待越来越温柔，所以可能以前比较愤世嫉俗这样。这是我的简历，我叫蔡正哲，不好意思，我叫蔡正哲，感谢那个艺术村跟楚强的邀请。1993年的出生，然后毕业，2018毕业清华大学艺术与设计班。我的创作以平面绘画为主，创作作品大多在描绘自然、植物、风景，然后内容在探讨自然与都市之间，或是与人的互动、共生共存的空间。然后如都市中的植物符号啊，或是我们驯化植物、种植植物这种，或是那个疗愈的行为啊，这种心态，去在绘画里面做探讨。好有压力。对，好，我给你们看下一张照片。这是我小3年级，很好笑。这个是我第一次爬百岳，这是大坝尖山。那原因是因为我跟我爸讲说，不要拍照，没有啊。这个会上传，我有点后悔，就是原因是因为我说，台湾都没有雪，那我爸就很不甘心，他就说，那我就直接带你去高山看雪。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去爬山，因为我爸很爱去，他年轻的时候到现在都很爱爬山，当然也成为我日后的一个休闲活动跟创作脉络的经验。第二张，拿着冰刀。好，讲回来创作，就是大学的时候，我可能才接触到真正的美术教育，那时候就非常疯狂的爱画图，然后我就年轻力壮，所以就背着这个画具，就20公斤以外再加一堆画具，就背上那个这里是雪山圈谷，然后写生。好，这一张是我期待的一个行程，它这个地方是翠池啊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梦幻，结果到了那个地方，发现就是一个小水滩。对，南湖大山。对不起，我有点后悔放这个，我时间有点不够。直升机。好，这个登山经验山林、树荫这些成为我真正日后的创作脉络。我想这种登山用劳动啊换取这种自由新鲜的空气，可能影响我的个性，所以我到现在还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。然后自己的个性、原因、作品风格，其实也不断的在转变。一开始的作品其实蛮贴近会有登山经验的，然后喜欢去描绘一些自然物，然后无边无际的那种感觉心境。慢成长这件作品的下一个标题，当然我后面也办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型个展，然后也命名为成长题。那这只是对于当时不断在学习吸收绘画经验跟艺术知识的一个阶段。当然创作也很有压力，所以会出现这种作品。对，然后
我还有一个阶段其实蛮执着去做精细写实的，所以，但是这一阶段的作品，除了精致的描绘以外，我尝试的做微观的角度，所以在绘画上也起了一个很大的转变，就是我开始去注意到周遭的环境，然后植物成为我慢慢成为我的主角，跟都市生活中唯一跟山林有连接的就是可能是植物，所以它就接下来是慢慢成为我的主角。2017年我有机会到国外去旅游看展，但那个经验真的在我的那个绘画上真的是蛮珍贵的，它让我不断的反思作品，当然是走到欧洲的街道啊，跟台湾的马路上的差别，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作品的尺幅，还有第二个就是绘画笔触，所以我在回来的时候不断的去修正啊，去思考，然后做出了这样尺幅比较大的作品。其实我觉得我的作品还在黑暗时期，在那时候，所以作品大多都是从内心去出发，去批判啊，或是看愤慨啊的角度，去投射在植物上。虽然现在还是有啊，但是以前的那个风格跟那个画面会比较黑暗。画太大就是沦为打卡而已。好，再来就是我的这个个展，我个展作品，个展就是几乎算是我在求学阶段，研究所个展求学阶段的一个段落啊，叙述这是迷人路，我自己下的标题，这叙述自己在创作这条路上执着，也曾就很迷人，很执着，但也迷过路。这是我开始聚焦在周遭的细节，那个平常走在路上的角落，生活的那个步调慢慢的放慢，习以为常的电线啊，路边垃圾、铁网、施工状态，这些都成为我创作的元素。这是我画的一张圣诞树，就是我这尺幅也蛮大的，上面就是在描绘自己在丛林里的感觉。那第二张下面这张是室内的人造物元素比较多，那两根串起来，有一种把森林搬到室内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点在暗讽圣诞树，在我们过节庆的时候，特别是有可能是台湾可能不是真正的一棵树，就是一棵假树，然后这种奇怪的行为。好，然后这个算是求学阶段最后一张作品。这个是在池上驻村的最后的一件作品。那这件作品叫做《泥土与柏油》，另外一个是《阳光与强风》。其实这根本就分辨不出来，然后我也没有表示它左右边。这件作品就故意设计在左右其实是可以互换的。那这一件作品，那其实不是两件。这一件作品，它其实就是这4个元素，是我在池上台东驻村所体验到的感觉。这里很明显啊，就是被山啊云包围，然后跟都市的生活不太一样，是有一种自然在接纳我们。
然后走在田埂中，那边的风很大，所以很久就没有那种踩在泥土跟柏油路的感觉是很不同，很久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种情感。好，第二章也是，这是我首先我其实蛮希望我的作品是能在街头中展览的，因为其实我生活跟创作就是取自于这些街头上。那我的作品，我想我的作品也应该能融进这些街景里，所以这是我开始尝试把作品搬到街头上。接下来我就去为国效力，所以经过1年啊，然后出来工作，自己沉淀，大概有快2年了。然后这是2020年末，又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作品，或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大的转变。但是这中间其实我没有放弃创作跟绘画，我反而因为比较忙的原因，所以大多都是数位作品、数位绘画的作品。那数位那个绘画的作品特征我没有，那些作品我没有放上来，然后它有点像日记的形式，但是因为它里面的拼贴跟那种感觉，其实我慢慢练出来的，然后它也影响到我现在的绘画上。这件作品是灵感天线，就是我上山采集灵感的一个过程。我真的把它背上山，就这样。然后它背的过程中有一些被刮树枝、泥土的痕迹都刮在画布上，其实是有一种想要找回自己绘画初衷的感觉。那我就介绍我最近一次的个展，也是最近风格比较明确的作品。这个作品，这张海报其实是，也是我，可以叫它数位作品啊，因为我把它的D案跟海报都特别设计、特别拼贴过一次。然后这些里面的元素都是我展览里面的画去剪贴拼成的。植物多久换盆是我帮他下的标题。那这里展览字数是很白话，这个是我在花市买了盆植物，然后我担心它会养不起来，所以我就问那个老板，那老板也就是很诚实的回答我，植物的根如果已经漫出这个盆器，或是植物在生长期，它的状态异常的慢，或是介质干硬，就是土裂开，不易吸收那个水分或是营养都流失了，这种情况下，你却需要帮这个植物换盆，其实是在呼应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创作过程，不断的换环境，或是发现，这个地方我的灵感有一点被受限，或是没有办法发挥的时候，我就会跳脱那个环境，或是去找新的地方去吸收灵感。好，这是第一面，这是正面跟背面。这是展览的
场地。这些作品是装饰，这是我弄的第2棵圣诞树。这个装饰这绘画是本来就已经绘画出来了。第2个左边这个是装置物，装置物我是想要把里面的绘画元素是具象化，就是实体化，然后它就叫圣诞树。圣诞装饰这幅作品，它是在画那个旁边的行道树，它被捆满那个圣诞灯，但是圣诞节过后，它不会把它拆下来，它就一直被捆着，就这样子。这件作品是往事，因为我把我的工作室，1-2年都待在我的工作室，在埔里。埔里其实蛮清幽的，算是小镇，所以在那里的生活步调比较慢，然后也比较没有感受到都市的那种繁华的灯光或是夜生活。这件作品其实也蛮有地方特色的，因为在那个地方乡下的地方才比较多这种往事种植的。这左边是照片，不是画，不是右边。然后，所以这个作品就是纯粹的想要，没有太多的元素在里面，然后感受一些植物生长被局限，或是我们如何去欣赏这种路边的这种景色。我还有小件的素描作品会在那个展览场地里展出。这种素描作品其实是它的抽象性没有那么高，但是我在画这个精细素描的时候，反而像是在记录这个图像这个场景，它一点一点的变化，而且它也不完全是如实的呈现当时的场景，然后它反而像是我在写日记。那像盆植物就有点像是在养一盆小植物。左边是蝴蝶，右边是花，然后我的创作变得比较浪漫，可能是那个环境比较清幽，也可能是我现在脱离了学校，或是对于创作跟艺术比较分得开，然后我比较轻松的可以看待。这个作品是介绍一下残壁蝴蝶、残壁花。这个是那个乡下有一个老房子，它打到剩一半，但是没有要重建，然后就露出当时原本房间的壁饰，然后那个壁饰就会贴一些假植物的造景，或是壁贴这样子。那我也以蝴蝶跟花去做这张作品，其实是因为在埔里，它以前是蝴蝶谷，然后蝴蝶谷是真的很多蝴蝶，然后阿公阿嬤他们说，他以前会把那个蝴蝶抓下来，去那个蝴蝶在那个昆虫馆里面卖，昆虫馆那边现在还有。那边还有贴满那种蝴蝶翅膀的画，超恐怖的。然后，但是其实很壮观、很漂亮。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行为，也没有那么多蝴蝶，所以跟这个没有断崖，那个跟残壁有一点类似，所以我就这样子把它记录下来。我做个结尾，就是。创作开心就好，谢谢。